最近我開咗個離婚案件嘅庭，女當事人阿娟庭前問我介唔介意開庭嗰時會有肢體接觸啊？我話傻啦，唔通阿強夠膽死當庭猥褻律師咩？阿娟話唔係，係呢一種肢體接觸。我話同我定啦，我依家就招咗個泰拳攞冠軍嘅男助理，我並且會帶埋10大武器之首，即係摺凳過去開庭，攞起法律武器，即係法律同埋核武器都齊全，一啲問題都冇。咁所以你哋都聽得出，主要嘅離婚原因肯定係家暴啦。婚前阿強偽做阿娟嘅超級英雄，婚後先知原來係超雄。我方提交嘅圖片證據全部都係阿強酒後嘅行為藝術，碗碟瓷器喺地下4分5裂，飯菜湯汁到處都係，隻拖鞋喺吊燈上面，茶杯喺魚缸裡面，菜刀精準避開食材，直取實木上框。你會瞬間明白咩叫做破碎家庭，每一餐飯都係同歸於盡套餐，每一張相片都係抽象主義畫作。呢個庭開到我濕晒個腋下，實在壓抑唔住內心嘅憤怒啦。因為法官認為丈夫對家庭物品進行暴力唔係家暴，夫妻感情未破裂。我唔明白喺單位上班俾人判刑，單位係可以立即解除勞動關係嘅，喺婚姻家庭之中點解就唔可以立即解除婚姻關係呢？我問阿娟，到底係強4眼鋼牙大下巴，生到成個大傻哥咁樣，仲要日日葉問上身，有咩吸引到你啊？阿娟話到胃都唔算乜嘢，阿強係到喉又到肺。但係結咗婚之後，啲粗重嘢就明顯力不從心啦。阿娟只能夠依靠勞務外包去完成，仲伴隨住阿強唔得之後，為咗找回男人個尊嚴，產生咗嚴重嘅對家庭物品嘅暴力。呢一個婚就非離不可啦。我理解嘅，一個男人愛唔愛你，時間會告知你答案，即係時長。阿強呢挺呢，明顯就係縮細姻緣啦。結咗婚之後就縮細咗啊嘛，明晒啦。基於法官認為本案未出現認定夫妻感情破裂嘅法定事由，大概率唔會判決離婚。我作為屎橋王又要開始諗啲屎橋啦。屎橋總比困難多，科學解決唔到嘅事情呢，就交俾玄學。我叫阿娟得閒喺屋企作法請神上身，半夜3更開盞綠光燈，揸住把菜刀企喺佢床邊，供奉屋企嗰樽生抽，房間就放滿八卦鏡，日日自言自語，再配合我律師揾阿強協商，順手幫佢算個命。之所以你而家混成咁嘅款，就係你老婆黑住你，離婚先可以重啟人生，時來運轉，改命於無形。最後潮汕人阿強真係同意調解離婚啊！